2025全港學界三人籃球錦標賽總決賽，由2023年48間學校增加到今年總共156間學校參加，成為至今規模最大嘅一屆。賽事分為男、女子、小學、中學同埋大專，總共6個組別，每組有8支嘅球隊，由外圍賽打到最終嘅總決賽。小學男子組決賽有淺色衫嘅香港培正小學迎戰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啊！培正嘅鄭旭迪呢個時候射入2分啊，令到比賽更加緊湊。而嚟到最後2分14秒嘅時候雙方仍然係打成11平手嘅。最後呢場培正係以14-12擊敗對手，喺小學男子組封王。之後就有男子中學組嘅決賽，深色衫就係香港鄧鏡波書院同埋北角協同中學要打到加時階段先分到勝負啊！作為種子嘅球隊北協喺小組賽全勝啊！但係到決賽對住鄧鏡波，似乎就打唔出應有水準喎。呢場波其實好緊湊嘅，去到加時最後鄧鏡波係以17-16啊，擊敗咗北協，拎到中學男子組嘅冠軍啊！睇完男子組比賽都有少少表演可以睇啊！大會今次邀請到女團偶像女生到場，為運動員打氣，注入青春活力，將現場氣氛推到最高。之後就翻嚟睇睇女子嘅中學組啊，由深色衫嘅匯基書院對住寶覺中學。呢個組合喺學界男子組對壘就聽得多啦。今次嚟到三人籃球，仲要係女子組賽事碰頭啦。呢個起碼可以話幾新鮮喎。同中學男子組嘅決賽一樣係打得非常激烈啦。而最後匯基書院係以9-8 1分之差擊敗咗寶覺中學封后。女子嘅大專組由香港浸會大學奪得，而男子大專組就由香港中文大學贏出啦。